头先咱要来关心的，就是高雄兴达电厂昨暗时爆炸火烧。虽然讲这大火呢半点钟就拍火去，这人嘛拢平安，也毋过这种意外已经引起附近居民的惊吓。台电初步判断是新厂区天然气的管线有外漏的问题，对供电是无影响的。也若今仔日也伫当地来开说明会室内，其实这里长是真不满，因为意外发生迄当阵，这台电拢无随通报。火烧啊！亲像火烧。高雄永安电厂找到暗时8点钟，熊爆炸烧起来，对1、2公里远的所在看过去，红红的大火甲烟已经呛甲几楼悬。水崩大火伫半点钟内就拍挂，人员嘛拢平安。不过住伫电厂边的居民是克服爆炸，惊甲强要昏去。7早早起，台电举办说明会，讲事故原因是暗时7点50几分，机器通报天然气在漏，连伊就爆炸导火。不过民众讲，因伫7点半就闻到味。我7点半就闻到了，有闻到臭味了，所以是那个是有外泄出来的，而且老人家睡觉好都从那个床上跳起来啊，连狗都比我们事先知道呐吼了啊！要等你火解恢复，你的公关站落去啊！多工叫台电一个公关台，台电的公关台由我当处理你。针对事故造成地方惊吓甲不满，台电大新会室内当时强调，天然气是无味无色的，不过确实有制定会掺阿莫尼亚。因为事故的原因也在调查，初步了解是2号机其中一组的管线有漏气，目前1号、2号机拢已经停工等待调查。有理长质疑，规个机组的安全维护甲通报机制拢无合格，爱台电好好检讨。你们可以透过防灾网去敢了解情形，看是安怎，互阮会当对里面人若有要来问，阮会当去甲里面会甲解说，了解实际情形是安怎。浪嘛，可能声音不够大，因为还在测试嘛，系统还在测试。好，这部也是我们以后要改进，包括我们的浪是不是它的标准要门槛再降低一点。发生事故的新机组目前拢也未正式送电，台电强调，这摆事故未影响到电力的供应，受损的状况也无法度确定。针对电源的损失甲建议，台电答应会负起责任。记者郭家如区朝阳高雄仓报道。